好渴呀！哎，这位仙姐啊，可不可以搞一点点水喝喝嘞？一会儿饿一会儿渴，一会儿要吃水果，你自己去。哎，不是我不想去的，只不过呢，我依稀记得那位叫做孙悟空的，临走前好像跟我说过一些什么话，但凡有一点点事情打扰，我都有点想不起来了呢。那你喝了水能想起来吗？不一定啊。不过口渴真的好妨碍猴子的思考啊，我没有办法思考。喝水。哎，谢谢喽。你想起来了吗？想起来了没有？你就不要这么跟我吼，这么逼我压力很大，没有办法思考的，很难过的。我真的没有办法思考，我头真的很疼啊，难受死了，难受死我了。你慢慢想，有什么需要再叫我啊。怎么办？又怎么了？突然感觉好难过。你可以为了你的真心人这么拼搏努力，而我呢，就像我的他，表白的勇气都没有。真的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是仙，我是药，我们注定人妖殊途。他注定高高在上，摇曳着轻柔的羽扇，像他的身姿一样温柔，而我却注定度过这孤寥、高傲的一生。哎呀，你别这样了。你看啊，虽然你是一只臭猴子，没有本事也没有才华，还是个冒牌货，但是啊，世间万物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。你看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灯芯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意中人，你也一定可以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不过仙子，你安慰人的话好像有一点点伤人呢。嘿嘿嘿，他在哪？我带你去找他。唉，他就是太上老君，炼丹炉旁边的执扇仙子。如果当时不是他发杀心与我谈心的话，可能我早已丢入丹炉中，化为灰烬了。所以呢，他不仅是我心灵上的伴侣，更是我肉体上的救命恩人。仙子啊，是有点麻烦。我早就想到了，真是我天庭上的真心人，怎么会喜欢我这种臭猴子？哎，天大地大，真心人最大。走，我带你去。仙子仗义，无以为报啊！什么无以为报？你要带我找到孙悟空啊！走。私闯天庭可是重罪。喂。不过现在应该是晌午，众仙家理应在午睡。你呢？现在就去丹房后面的花园，好吗？那边平日只有一些采摘的仙女，她们对天庭的人不太熟悉的。哦，但是仙子姐姐，万一我被发现了怎么办？拿着。哦，这个铃铛，如果你被人发现的话，你就摇它。哎，不过你尽量别被人发现啊。哎呀，仙子啊，还有个问题想问你，怎么了？关于追女孩子这个事情啊，其实我不是很在乎，尤其关于你们仙子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，我也不太了解。啊，你假扮孙悟空勾引我的时候，不是挺在行的吗？哎呀，那个东西都不是我的本意啊，那都是孙悟空教我的，他告诉我怎么做就怎么演，包括每个动作、每句台词、每个眼神，比如说搂你肩膀啊、说情话什么的。说到我的事情，摸我干嘛呀？哎呀，仙子，麻烦你就帮帮忙嘛，帮帮想怎么追到他呗。啊，天宫里的人呐，最无聊了，每天就只能摇扇子、摇扇子、摇扇子，所以啊，异常的孤单寂寞。而且，你知道吗？丹房里那些东西一经炼化，都会变成一个药丸的样子。我觉得石扇仙子啊，没有什么机会去见到事物本身的模样。哎，体贴和新鲜感最重要。好了，那仙子啊，到时候呢，还麻烦你配合我一下喽。哼，你要赶紧找到孙悟空才行。
纸扇仙子，发什么呆呢？我成仙以来已经删了36452万073次扇子，我还不知道要删多久。好啦，我替你扇一会儿，你去院子里走走。可是扇子离开的话，怕什么？这里只有咱们2个，你离开一会儿无碍的。那就麻烦你了。放心吧。纸扇仙子，你是葫芦仙子啊？你不认识我了？那个，我的扇子，人呢？我的扇子呢？不要跑，还我扇子！站住！快把扇子还给我！还我扇子！给我站住！还给我！谁敢抢本仙女的扇子？要是我逮到你，一定饶不过你。臭猴子，一定要成功，不然我可白跑这么远。好久没有看到饭菜了，每天吃丹药，竟然都忘记了有这么美味的东西。喜欢你就吃喽。我只是休息，顺便路过一下。你是谁呀？真的是你吗？我没有在做梦吗？你认识我？仙子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小六，六耳猕猴啊！仙子啊，一会儿可不可以手下留情，扇得慢一点？我很怕热的，不想变成烤猴啊！当年在丹房，多亏仙子与我谈心，我才免于化为灰烬啊！你不是已经……啊，仙子不要担心，我还活着呢。现在看来，一定是仙子的庇佑，才让我侥幸逃过一劫。你没死，那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要去禀告玉帝。仙子且慢，我其实之所以在这里，都是为了等仙子出现。我？你知道吗？自从那天我分别之后，我就渐渐地意识到，我已经深深地坠入爱河了。我的大脑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冲击，从前的一切都开始变得模糊，我的眼睛变得明亮了起来。我刚刚才意识到，自己已经深深地坠入了爱河。我的大脑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冲击，让我对以前都特别的模糊。这话听着好耳熟。可惜，我自知与仙子身份悬殊，不敢贸然的前来找你，所以，我只好藏在这里，日日期盼，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偶尔路过这里，哪怕看我那么一眼也好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该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，如果仙子还会去禀报玉帝的话，我毫无怨言，因为能够再见到你，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
你还记得吗？你跟我说过你最想念人间的美味，所以从那之后，我就日日在这给你做美食，直到有那么一天，希望能够亲口品尝它。这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儿。你好傻，你怎么不直接来找我？我不敢，也不想去打扰你。我只想简简单单做一桌饭菜，哪怕见不到你，却只为温暖你而做。快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臭猴子！我不来呀，主侠去哪里了？刘亚明好，站住！别跑！六耳猕猴，这个负心汉，为什么就等我一个人？为什么每个人都喝过你做的汤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哎，不过这次真的很感谢你，仙子，没想到这个铃铛真的很管用啊！这次不光完成了心愿，还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麻烦，真的不错。干嘛呀？只是仙子教训你，他对你那么一见钟情，你却说他是个大麻烦啊！哎，要不说你们小女孩什么都不懂，你知道什么呀？你知道那个女人吗？刚才呀，跟我见了多久就跟我私奔，还会给我生猴子，你说可不可怕？下不去了。你这是个混蛋，你自己走。哎呀，这个孙悟空自己找吧。我再帮你最后一次，如果我再帮你，我就不是人。你本来就不是人，最美丽善良的仙子。